你看那个临终了都想要回家呢，外劳啊，印尼的外劳，听那个歌是妈妈，我想回家。你看人哦，肉体以外还有灵魂、灵性，灵性有母亲呢。这个病苦啊，临终了，他想要回老家。不然你要先离开医院了，想回那个肉体的那个家了。所以说几时能回家？那个字是能哦，能的右边比较怪，所以不敢确定。右边几时，左边回家还可以认得出来。